呢個視頻同大家分享汕頭 City Walk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廣東嘅汕頭佢就位於粵東，佢個位置喺廣東嚟講就相當於粵東嘅門戶，佢又被稱之為百年商埠、美食之都。汕頭亦都係潮汕文化嘅核心城市嚟嘅，同時佢亦都係著名嘅僑鄉。所以今日嘅城市遊第一站我就嚟到咗佢哋嘅僑批博物館。最近嘅一部國產電影係相當嘅火爆，電影嘅名就叫做《俾阿媽嘅情書》。成部電影就係由僑批嚟貫穿始終。位於汕頭嘅僑批博物館，到目前為止佢就係我國規模最大嘅僑批實體庫嚟嘅。入嚟參觀唔使門票，不過記得要攞身份證嚟查。汕頭嘅文旅都有行動啊，唔少同阿媽嘅情書入邊相關嘅景點同埋地點都做咗一啲宣傳。喺博物館入邊一共存放住12萬件嘅僑批，介紹話時間嘅跨度就係從1882年一直到20世紀嘅70年代。其中嘅鎮館之寶就係喺151年前泰國華僑寄返嚟嘅最早期嘅僑批，喺全國都係實屬罕見啊！通過參觀僑批博物館，你可以了解潮汕華僑嘅創業史、移民史、金融史。其實當年嘅僑批就係等於家書加匯款，呢度就還原咗當年寫僑批嘅情景。每一封嘅僑批入邊，字裏行間都係講述住親情、潮汕人嘅誠信同埋佢哋嘅家國情懷。呢啲僑批反映咗當年嘅潮汕人民，佢哋漂洋過海去到海外謀生嘅艱險同埋心酸。睇住一封封僑批，讀住僑批上面嘅內容，令人動容。你哋睇下，當年喺家鄉嘅家人收到僑批嘅時候係幾咁開心。俾阿媽嘅情書呢一部電影睇過之後，就有一種內心被深深觸動嘅感覺。好耐睇電影都冇呢一種感覺啦，非常推薦大家去睇呢一部國產嘅電影。參觀完跟住過對面，呢度係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。呢棟建築始建於1907年，係以前台灣銀行喺汕頭嘅支行。喺僑批博物館嘅正對面就係汕頭嘅百年郵局。呢座百年郵局係汕頭開埠嘅地標嚟嘅，佢就係喺1922年嘅時候建成嘅。目前佢係廣東最完好嘅歐陸式嘅郵局建築，佢亦都係汕頭開埠後嘅第一座自建郵局。呢棟建築非常嘅有意思，西洋嘅典雅同埋潮汕嘅騎樓完美咁樣相融合。喺入邊就有以前郵局嘅原貌。呢部就係以前郵差送信嘅單車。喺郵局入邊仲展示咗好多以前舊時嘅郵票，對郵票有興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錯過。呢棟建築係汕頭嘅西南通酒樓嘅舊址，而家就係功夫茶體驗館嚟嘅。當年嘅呢一間酒樓，佢哋係汕頭最高檔嘅酒樓之一。對功夫茶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入去體驗一下。我而家行緊嘅就係汕頭最著名嘅景點小公園嘅周邊，喺呢邊有好多嘅舊建築、舊騎樓。City Walk 就係要隨意咁樣行。喺汕頭你可以見到有好多嘅寺廟，而家我哋睇到嘅就叫做老媽宮，亦都叫做天后宮。介紹就話大概始建於1806年，入邊主要供奉嘅就係媽祖。每一位出去嘅當地人喺出去之前都鍾意過嚟呢度拜一拜，祈求媽祖保佑佢哋一切平安。喺天后宮嘅對面就係老媽宮嘅戲台，佢係一座中西合璧嘅騎樓式嘅古戲台。喺呢度你可以免費睇潮劇。如果對潮劇有興趣嘅朋友，一定要上去參觀。嚟到汕頭一定要飲佢哋當地非常有特色嘅油甘汁。買油甘汁嘅時候一定要小心，好多店家係攞粉嚟沖水，一定要睇住佢哋咁樣新鮮打出嚟嘅油甘汁，先至係最正宗最好飲。本地嘅油甘又新鮮又大粒，加少少嘅水，然後一齊打，連核都一齊打碎埋。除咗油甘之外，腩亦都係汕頭嘅特產。你可以點油甘汁，亦都可以點油甘汁加腩汁，兩種都好飲，兩種飲咗喉嚨都係相當嘅舒服。它是要過濾出來就好，原汁原味。原汁原味，沒有加任何東西。像剛才他那個在裡面買的，說一瓶多少錢啊？他說不好喝，喝了老師說不好喝，我說肯定的啦。好，謝謝啊，霸氣。
飲一啖油甘汁，味道真係好上頭。飲咗之後喉嚨超級嘅舒服。有一點我又覺得好奇怪，喺汕頭呢邊，無論你同佢講普通話定係粵語，佢哋本地人好鍾意回返你嘅就係用普通話。問過佢哋，有啲人就話識聽粵語，有啲人就識聽唔識講，有啲人就係唔識聽，可能就係由於咁嘅原因，乾脆就回晒普通話。跟住我而家就嚟到咗汕頭最著名嘅景點小公園。汕頭嘅小公園唔係指單單一個公園，而係以呢一座中山紀念亭為中心，佢周邊嘅呢幾條街，呢成個片區都係屬於小公園。呢一座中山紀念亭就係喺1934年嘅時候，為咗紀念孫中山先生而建嘅八角亭。而家見到嘅就係南生百貨大樓。呢一座百貨大樓係喺以前嘅時候汕頭埠嘅第一高樓嚟㗎。曾經佢就係集購物、餐飲、娛樂於一體嘅商業綜合體嚟嘅。今日我介紹嘅成個汕頭嘅 City Walk， 除咗自己買嘢食、買嘢飲之外，全部都係免費嘅。記得星期一嘅時候，好多地方都係閉館。跟住我就過嚟打卡喺《俾阿媽嘅情書》當中嘅拍攝地點。睇嚟我而家過嚟嘅呢個景點熱度就係啱啱開始，暫時都仲未有好多遊客過嚟。電影院嘅名就叫做暹羅電影院。喺電影當中，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就曾經喺呢度睇過電影。男主角拉三輪車謀生，亦都多次經過呢個電影院。如果呢一部電影對於我嚟講係冇咁深嘅感觸嘅話，我就係絕對唔會過嚟呢啲拍攝地點打卡。喺電影院周邊嘅 LED 燈嘅屏幕上邊，不停咁樣播放木生同埋淑柔之間用橋批聯繫雙方所書寫嘅內容，每一字一句都令人非常嘅感動。其實呢一部電影講嘅唔單單只係兩人嘅真愛，而更多時候電影所想體現出嚟嘅就係一諾半生、情義千金嘅呢一種善良同埋責任。喺呢啲橋批嘅內容當中，一個愛字都冇提，但係字裏行間表述嘅全部都係愛同埋牽掛。喺電影入邊嘅幾個拍攝地點，全部都可以行路到達。我而家就嚟到咗桃芳酒樓。呢棟建築建於1920年，佢係民國時候汕頭嘅4大酒樓之首。喺電影入邊，佢就係扮演咗裕豐銀信局嘅角色。呢度主要就係負責收發橋批匯款嘅地方。上嚟2樓睇下，可以睇到拍攝嘅道具都已經收咗啦。睇住呢啲樓梯、彩窗、水磨嘅石地板同埋歐式嘅柱，仲可以隱約感受到呢一座酒樓以前嘅繁榮。呢度就係汕頭旅社，亦都係喺電影入邊嘅取景地之一。汕頭旅社呢4個大紅字，加上復古嘅建築，隨手一拍出嚟嘅相都係南洋復古大片啊！喺小公園附近有個振邦美食街，本地嘅朋友就話你過嚟逛下就得啦。如果想食本地小食嘅話，我帶你去我從細食到大嘅街邊店。過嚟潮汕旅行，如果有本地人帶住嘅話，咁你成個行程嘅體驗感係同自己做攻略係完全唔一樣嘅。汕頭當地特有嘅鹹菜咖啡，不過我就冇嘗試。今日我嘅汕頭遊嘅最後一站純心公館，建築入邊有茶藝館，有戲台，可以聽潮劇。我要參觀嘅博物館就係喺3樓，入到嚟就同佢哋講話，我唔飲茶食飯，上去參觀博物館。佢哋都好熱情講俾我聽話喺呢邊坐電梯上3樓。呢度嘅博物館真係非常值得參觀。成個博物館可以講就係還原咗當年民國生活嘅一啲場景同埋用品，展示咗好多嘅舊物件。呢啲舊物件就唔係咁樣單一展示出嚟嘅，而係將成個生活場景都還原晒俾你。年代感同埋代入感就係非常嘅強。入邊有好多嘅舊床鋪、風箱、煤油燈、老時鐘、發報機、電報機、生活用品、橋批、糧油票等等。你哋睇下，舊時用銀做成嘅元寶就係咁樣噶啦。仲有啲銀票、當年嘅貨幣等等。最鍾意嘅就係睇佢入邊嘅呢啲木家私，上面嘅雕刻真係非常嘅精美。你哋睇下啲家私，睇起身幾氣派。今日雖然係天氣炎熱，但係我依然就係行得興致勃勃。逛完汕頭小公園嘅片區，你就可以了解潮汕人下南洋、念故鄉、重情義嘅根。呢度嘅每一條街巷、每一棟建築，都係歲月嘅故事。今日嘅視頻汕頭 City Walk 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，
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啦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